首先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擺個4人飯台。客廳嘅地方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啦。呢邊有個露台，可以欣賞到針山嘅景觀。廚房係梗廚，有爐頭、焗爐、抽油煙機、櫥櫃。洗手間係名廁，有洗衣機、燙衫板，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第一個房間放完床之外，右手邊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對住亦係翠綠嘅針山。大啲嘅房間可以放雙人床，右手邊可以放個高身衣櫃。呢邊有個露台，可以做啲曬籃嘅工作。對住就係內園嘅園景，亦望到泳池同遠處嘅針山。